呢個水機咧好好用嘅，有唔同嘅度數，而家係45度、25度啦、45度啦、55、65、70、75、80、85、90、95、100，最高100度，好方便，有好多個水溫俾你自己調校。咁而家我校返去45度啦。呢度咧就有分150ml、230ml 同埋300ml嘅。150嘅 ml 咧，大概係半杯水度啦。大概係咁多啦。我而家呢個係海參胎嚟嘅，啲粉嚟嘅。